大家好，今日講個話題呢，就係啲老土嘅，寬恕別人，即係咯，呢個比較老土嘅話題，希望大家有興趣聽。何謂寬恕？咁即係其實同原諒差唔多，但係我唔係想講一啲日常生活啊、工作啊，即係譬如喂同事犯錯啊、衰咗啊，即係街俾人丙啦，俾老細丙啦，咩寬恕佢啫？或者細路仔犯錯咁，即係唔係話佢無心之失嗰啲，即係可能啲反叛期啊，都唔係嘅，反叛期都要應該寬恕佢，即係唔知啊，可能同你無端端同你作對嗰啲，咁咪要糾正佢嘅言行咯。當然啦，都可以事後都係要原諒佢、寬恕佢嘅。不過我又唔係講啲咁簡單化、生活化啲嘢，我就係想講咧，有時咧同朋友啊，或者whatever 你家人都係啊，你有啲建議啊，或者鼓勵佢做啲嘢，但係佢冇做喎，佢唔夠膽做喎，佢信心不足喎，即係譬如佢話想轉工，想辭職裸辭，又或者佢想創業，或者佢話想去一啲地方旅行，自己一個旅行，或者自己去行山，個山咧就難度係5星嘅咁或者佢有啲 idea，或者你有經歷過一啲嘢，你分享俾佢聽，同埋教佢點做，指導佢點做，點佢去做。咁講到實牙實齒，但係佢又種種原因冇去做，或者嗰個條路就咁行㗎啦，佢都冇行過，佢都唔去行。類似教佢追女仔啊，或者教佢去增值啊、讀書啊，即係教佢點樣去追女仔啊，點樣去表白啊，點樣去即係製造氣氛啊，或者求婚啊咁樣啦。佢冇去做，即係佢唔跟你方，佢唔單止唔跟你方，即係唔一定要跟你方法，你方法未必啱㗎，但係佢係做都冇做，或者佢好頹廢，又冇揾嘢學，又冇揾嘢做，又冇嘢揾嘢增值嗰啲，揾晒招俾佢啊，餐餵埋俾佢啊，佢都係唔肯食㗎，咁你就問㗎啦嘛，或者喂我真係同你講嘥咗咁多口水，又幫你做埋功課啊，又或者聽你訴苦啊，心機時間精神啊，喂你都唔去做嘅，咁我突然間我就諗到啲嘢，即係有時咧，當然我唔係好叻或者好聰明或者點樣，不過有時人哋問我意見，咁我咪畀翻啲相關啲嘅意見佢咯，咁我嗰時有時候啊都會諗，會搞錯啊，同你講咗唔去做啊，或者都即係反方向添啊，即係唔跟我方法冇所謂，個個人方法唔同，我方法唔一定得，但係個方向都唔啱嘅，都唔係嗰回事，咁點咧？咁個人即係我心裏邊就會留下一種留咗一次啊，即係留咗種記憶，搞錯啊，都唔聽我講嘅，即係嗰種又唔係仇又唔係恨，即係不悅啦、不爽啦。咁點樣去度化自己咧？咁寬恕人嘅另一種角度就係寬恕埋自己。咁點樣去度化自己咧？你咪就係當佢係個細路仔，又或者當佢能力不足咯。即係你冇可能叫一條魚去爬樹㗎嘛，
你冇可能叫隻兔仔去游水噶嘛？可能隻兔仔真係識游水，咁佢就係冇嗰種能力咯。佢咪冇嗰種信心咯。佢咪就係冇嗰種勇氣咯。咁所以咪唔做咯，或者做唔去喐啦，唔去執行啦。咁即係你當佢心態上未 ready，即係佢硬件有噶啦，有手有腳啊，有眼耳口鼻啊，識行識走啊，即係識寫字，即係追女仔識行識走，識買花，識成，但係佢冇膽做咯。咁識寫字啊，可以報名去參加啲課程啊，自我增值啊，但係佢懶又好啦，或者佢驚啦，冇信心啦，唔去增值啦，即係佢個心態上係心理未 ready 嘅。咁你就要即係我就係咁樣去度化自己啦。佢未到，時候未到，佢未到，佢未 ready 嘅，即係心態上，所以佢咪唔做咯。即係你當佢一個未有能力去做呢件事，而唔係佢唔係佢心裏邊都想做，但係佢未 ready 去做。咁我唯有咁樣去睇呢件事，咁就明白，成日都話想辭職，但係又冇辭；成日都話想拍拖，又冇去識人、識男仔、識女仔。咁皇帝唔急啊，太監急噶嘛。咁唯有咁樣去度化啫。佢未 ready 啦。咁你作為朋友，梗係想佢心態上 ready 啦。但係呢啲嘢又係靠佢自己，即係心態上唔似細路仔啦。細路仔都需要時間去浸嘅，即係你唔係一講個細路仔就即刻變得好大膽。你唔係一講個細路仔即刻唔怕醜噶嘛。你都要不斷去 train 個細路仔嘅，俾多啲機會佢試。更何況一個大人，一個活咗幾十年有自我有個性嘅大人，更加需要時間去度化個心理噶嘛。咁今日分享咁多，希望大家繼續收聽，難多口水難多廢話，我係保羅。